南韩政府指出，伫咧北韩有一个经过协商起造要互因为两韩战争互人疼分散的家庭，会当去遐团圆的离散家庭团聚中心，即马煞互北韩单方面来甲伊拆掉。而且北韩进前也甲南韩列做敌对国家，佮绑掉连接南北韩的铁公路等等，显示即个两韩的关系是继续的恶化。 伫北韩金龙山旅游特区内离散家庭团聚中心，互北韩当局单方面拆掉。根据美国专门报道，北韩新闻甲国际新闻网站 NK News 甲11翕到的相信影像，其中一栋3层楼高的小型行政建筑，北侧办公室，也是伫12楼高的饭店西边甲饭店主要范围，甲南边的办公室，抑搁伫咧。目前也无清楚规个建筑是毋是拢会被拆掉。南韩统一部表示，去年底就发现 北韩有拆离散家庭团聚中心现象，这几天拆速度明显加紧。 강한 유감을 표명하며 이러한 철거 행위를 즉각 중단할 것을 엄중히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. 离散家庭团聚中心是一个特区内底南韩政府所属最后一个设施，有12层楼啊。1950到1953年韩战期间，朝鲜半岛真济家庭战后被分割伫南北韩。2000年6月，两韩联合声明，为了让南北韩家庭团聚正常化，促成后来团聚中心，由南韩出500亿韩元相当代表11.3亿。 伫2008年完工，是南韩政府为由现代集团旗舰子公司现代五产公司负责营运，上济应接受1000个两韩的家庭成员，总共办过500团圆。官方统计，登记团聚的人超过13万，不过最近只剩3.6万人还阁在世。 이산가족의 염원을 짓밟는 반인도주의적인 행위이며 우리 국유 재산에 대한 중대한 침해 행위입니다. 北韩这几年针对南韩言论一直升级，将南韩定做敌对国家。去年更炸害连接南北韩的东海线甲经济线铁公路。不过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讲，最近有现象显示，北韩可能准备重新对部分外国游客开放，也是新冠病毒疫情关国门了后第一摆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